在我太太面前都可以。来，你来摸摸看。那你可以一边摸一边讲你的感觉，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哇，有浓浓的眉毛哦。这样的脸算是比较，我要怎么形容比较好？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好看。我这个太太有个约定，今天不可以谈任何政治，可是我要破坏这个约定。我想0到6岁国家养是非常，帮你养是非常重要。那个我应该这样讲，这个真的是他们都是社会上急需要社会创造一个环境来协助他们。其实他们都很有自尊，他们都很有自信心，他们都很有能力来养活自己。只是这个社会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怀。我是希望将来我们在提早在这个母亲怀胎的时候，都能够把这一个病因都能够把它过滤出来，或者是能够把它治好。怀胎的时候都能够把它治好。那将来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出来都是健康的儿童。那